我配了3个，等正、往清、闸西。我有50的焦距的照一下。哦，50是最人眼的19，人眼的视觉就是50。对，我定焦就是50的嘛。哎，定焦你视线人的视线相当于50度，50那种。
小千和苏拉在一起，在第二圈。又是一个人发那个，这第几次了？啊，你也要有一个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你转播我们都看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好像那个人来了2次了，我知道是谁，没问。好好跳舞啊！哼，白货。这戏不让放音乐。那唱曲。哎呦！
医生你好多啊，今天。这是他送的，好像说第二次了吧。
老胡，看到老胡没有？哇，3个。走马处这个是，哎，五金的，这个是苏拉的，这个是曲珍的。哎，不是，这个不是曲珍，这个好像是，哎，是谁的？直播嘛，你就直播嘛，叫他回去叫他吃饭。啊，你知道那个是谁送的吗？那个是我那个一个姐姐送的。哦，姐姐啊，哦，那没写名字啊。对。那下次写了，对着写了。哦，下次也给你整点那个糖果那些。今天我没有接那个，今天打那个都比较晚了。没事，现在有2个人。对，等会儿给你抱回去，你2个可以随便抱，可以多远？不远就在前面。对啊，对。啊，青稞酒，快点调青稞酒，这个歌好听。啊，青稞酒。他姐姐送的。哎，佳佳，这个好久没来了，在续就不打掉他了。刚刚那个机车妹佳佳和雍措在一起。哎，这个是拉姆吧 ？CC 嘛。CC 西西来了，西西和那个佳佳，还雍措。后面那个是谁啊？后面是哎，那个个子比较高的那个叫啥？2个都比较高，看嘛，2个。那个是谁啊？还有了。对的，这2个是西克。
这叫啥？哦，瓶子那个的是的。哎，无所谓了。这都是个手，女孩子是。下面我靠，真贵。还有几分钟？还有多少？还几分钟了？哦，还有12分钟， 10分钟完事儿了。 12分钟左右。你咋不放曲儿了呢？呵呵，在选歌嘛。后面那个是 CC， 哦，西西，旁边那个叫机车妹，那个高的我不知道是谁，这3个。他穿的战装很简单的，个子很高，1.7米哦。西西现在叫对。他们跑第3圈去了。